荷兰阿姆斯特丹机场曾经有人互加入飞机的因死亡，飞机随停止起飞，死者的身份还阁查。流亡10几年，去年才登去泰国的前总理戴克辛，检方是按上用冒犯君主罪甲起诉。北韩连续3天有军事动作，曾阁射10粒地定的飞弹，去干扰到南韩的卫星信号，阁影响到船啊航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飞安意外，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机场曾经是有人互加入飞机的因死亡，这架飞机是随停止起飞疏散乘客，目前这个死者的身份还阁查。另外，德州的机场停伫咧跑道顶悬的飞机是去互防护线甲甩尾，加载无人着伤。阿姆斯特丹的史基普机场有一台要飞去丹麦的班机，第2到当要起飞的时阵，发生人员卷入去飞行机的引擎死亡的意外。有乘客讲，迄当阵是听到真恐怖的噪音，飞行机忽然间停落来，飞行机顶的乘客随着转速安全疏散。目前有关单位并无对外讲死者的身份，有可能是机场作业的员工。这个机场的内部人士甲荷兰媒体讲，是有人故意行去引擎遐，到底事故的原因是意外还是自杀，搁要厘清。另外一个惊人的场景是发生在德州达拉斯沃斯堡的机场，日夜当地是大风大雨，搁路边角，一台美国航空公司的飞行机，互警方是吹离开停机坪，机头是弯一个90度的大弯。好在迄当阵机顶无乘客，并无造成人员的伤亡。美国航空事后发声明讲，确实有几台飞行机受影响，等待检查，会做必要的维修。公司新闻张回面编译。冰岛的火山又搁喷发，去年12月到达，这届已经是第5届啊。火山灰喷到3公里高，这脱开比云嘛超过2.5公里，当局得赶紧疏散附近的居民。第日头卡白色烟云冲悬，岩浆一直为地面地旁喷出来。冰岛气象局表示，这摆火山爆发是为顶一摆3月16日后新一摆喷发。顶一摆火山爆发连续将近3礼拜，这摆爆发一开始。云烟喷发高度有3.5公里，地旁长度高算超过1公里。不过空中交通无受影响，附近基夫拉维克国际机场正常运作。Bien sûr, c'était la surprise du chef. On venait d'arriver, il y a une grosse alarme qui s'est déclenchée. 火山学家表示，火山喷发了地旁一直扩大，差不多1点钟就已经超过2.5公里长。这是雷克雅内斯半岛为去年12月以来第5摆喷发。There's a strong lava flow traveling towards west in a similar area as has happened twice before, where it comes to the road leading to Svartsengi and Grindavik, so the power plant and the Blue Lagoon. 冰岛气象局报告，这摆火山爆发进程，地动活动是真济。总务克兹这只火山口附近，伫过去7天内，测到差不多400摆地动。另外，冰岛西南边的斯瓦特森基火山系统下边组织差不多2000万立方公尺岩浆。斯瓦特森基第一发电厂为雷克雅内斯半岛差不多3万人供应水甲电。去年12月火山第1摆爆发以来，当局已经特地电厂人员用稳固运作，搁建立滨江保护电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泰国真受争议的政治人物前总理戴克辛，这阵是去互检方按上用冒犯君主罪甲起诉。戴总是认为讲这是一款警告，因为这位前总理2001年就任，泰国军事政变了后，伊就流亡海外，嘛去互当局用贪污的罪名甲判罪。2015年，伊伫咧国外接受访问的时阵，是暗示这方式支持军事政变，害因的小妹总理迎来政府都要被逼落台。去年，伊是因为甲伊较瓦近的为泰党执政，伊才结束流亡，回去泰国，前后计共是流亡17年。即阵伊回国了后，虽然嘛是爱去访关，不过方式有甲解释，嘛互缩短刑期。为怎样安尼，检方阁要用9年前的这段话来讲戴克辛冒犯君主咧？有大学教授就认为讲，是因为戴克辛甲这执政党为泰党的关系真歹，影响力扩大。这回甲起诉就是甲警告，叫伊莫想长手。泰国前总理戴克辛去年8月才结束流亡的日子回国，今年1月份就去予警方检举，涉及冒犯君主罪甲电脑犯罪法。检察总长办公室29作出起诉的决定。ท่านอัยการสุดมีคำสั่งฟ้องทุกข้อกล่าวหา
และนัดให้มาพบพนักงานอัยการสำนักงานอัยการพิเศษฝ่ายคดียา 8 เพื่อยื่นฟ้องต่อศาลในวันที่ 18 มิถุนายน泰國嘅冒犯君主罪是真嚴重，罪名若成立，上當會當判15年有期徒刑，加做打壓異議言論嘅工具。戴克辛2015年伫南韓接受訪問嘅時陣，伊講紅色諮詢機構處民院嘅機關支持政變，伫2014年推翻尹小妹，也就是迄當陣嘅總理英達，所以踏着紅線。戴克辛今年74歲，1998年創立泰愛泰黨，也就是即賣執政黨為泰黨，是得到真濟草根選民嘅支持，幾啊屆伫大選摕到勝利。2006年軍事政變了後流亡海外，分數頂判幾啊條貪污嘅罪名。一直到去年大選了後，為泰黨選擇甲軍方勢力合作執政，再過一屆轉來到泰國，8年嘅刑期得到方式特赦，減刑做1年，入監才1暝爾，就以健康嘅因素轉去病院。2月因為聚會甲健康嘅因素得到假釋，引起抗議嘅聲音。有專家分析，這個起訴是為了要改警告。It is designed to keep Thaksin under control. This is kind of keeping him on a leash. If he doesn't behave, then this charge can be activated, and it could land him in jail. 戴克辛嘅律師表示，已經準備好無罪辯護，而且提交戴克辛感染新冠病毒嘅醫療證明。檢方考慮了後決定，然後到6月18進行起訴嘅程序。國際新聞是會中編譯。北韓一直有軍事動作破壞區域穩定，唔但去干擾到南韓的衛星信號，嘛影響船隻航行，所以講就引起南韓甲日本嚴厲批評。這3天來，北韓5月27發射軍事衛星失敗，南韓迄天就隨空軍演習嘅反制。結果這加長天，北韓就放數百粒低噴射氣球飛過南韓，再閣發射10粒低程嘅飛彈。不過，根據南韓軍方嘅分析，北韓後來這2天嘅行為，攏是為了讓國際莫去關注因衛星發射失敗嘅代志。加入首相官邸，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對北韓第30透早6點外為濱江順安地區連續發射10粒低程飛彈，譴責北韓。北朝鮮による弾道ミサイルの発射、これは関連する国連決議に違反するものです。強く非難をいたします。すでに抗議を行っ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韓聯社報道，這個彈道飛彈的射程包括南韓首爾、大田這個大型城市，連清州水源這個所在主要空軍基地嘛，佇攻擊範圍內底。南韓聯合參謀本部照飛彈飛行350多公里了後，落佇東海，佮干擾南韓 GPS， 影響船隻航行來檢判。北韓發射的可能是超大型多管火箭炮 KN-25。美國印太司令部嘛譴責北韓，呼籲唔通採取非法甲破壞穩定的行為，要用外交對話。這嘛是北韓第2次發射軍事偵察衛星失敗了後，佮一擺發射飛彈。另外，北韓佫第2擺向南韓空飄真濟架軌啊，內底載真濟噴射擺射物，甚至佫有定時引爆裝置，和各地架軌啊破去對路的所在，攏是臭味，用來反制南韓過去有文宣品的空飄架軌啊。南韓當局嘛呼籲民眾唔通去摸這個架軌啊，若是發現架軌啊，就要即時通報。큰 뭐가 떨어지는 소리가 굉장히 크게 들렸고요. 그리고 나서 뭐가 이제 팔락팔락거리 막 이렇게 날아다니기 시작했고, 그다음에 바로 폴리스 라인을 치시고 와서 이제 수사대가 오셔가지고 수사를 하시게 된 것 같아요. 南韓參謀長聯席會議表示，到2月為止已經偵測到260外個架軌啊，大部分已經落地塗骹。對此，南韓嘛向北韓提出抗議，譴責北韓的行為是真無品。嚴過北韓朝鮮勞動黨中央組織指導部第1副部長江時準嘛是領導人金正恩的親小妹，經委證說回應講，北韓只是實施言論自由，未來佫會放佫較濟空飄架軌啊去南韓。國際新聞台宋平譯。世界衛生大會當日開會，將超過30個國家同齊譴責以色列攻擊加沙的病院。不過，這以色列代表是強調講，這哈馬斯的人攏秘佇咧病院內底，武器嘛藏佇病院，是這哈馬斯迄邊性無顧人命的。另外，以色列是宣布，因已經控制加沙甲埃及相接，合作廢城走廊的邊境，講是要切斷哈馬斯的補給，抑閣有運軍火路線。無過各國的反對，以色列有安機關槍的戰車甲裝甲車駛入去加沙的城市拉法，繼續軍事行動。29的世界衛生大會有超過30個國家譴責以色列對加沙病院甲醫療設施的攻擊，阻斷患者轉院。部分的國家批評以色列造成饑荒的危機，而且愈來愈嚴重。
世卫组织表示，以色列若对拉法发动全面入侵，拉法的上尾一间病院可能就会停止运作，预计有大量的人死亡。Gazze'nin sağlık sistemi harap olmuş durumdadır. İsrail, Gazze'de hastaneleri, tedavi imkanlarını tamamen yok edecek şekilde hedef aldı. Bu temel insan hakkı olan sağlık hakkıyla da savaş demektir. 世卫组织表示，以色列第2日对难民营的空袭，造成75个巴勒斯坦人受伤，其中有25个人伤势严重。世卫官员指出，目前还有60台运送医疗用品甲物资的卡车启用卡伫加沙的边境，要求以色列要赶紧放行。以下冲突已经被8个月，加沙地区的病院不断成做以军消灭哈马斯的目标。不过，以色列的代表伫38会讲，病院成做哈马斯藏的所在甲军火库，是哈马斯先无顾患者的安全。 Health facilities in Gaza are used as hideouts and launch sites for terrorism, as shields for underground terror tunnels, as weapons arsenals. Hamas is deliberately putting the safety of patients at risk. Everyone in this room is well aware of it. 另外一方面，以色列29讲，已经对加沙上南边、甲埃及边境各界废城走廊完成全面的战术控制，来切断哈马斯地下移动甲补给，也个为埃及走私武器的重要管道。现在当地访问摩尼多瓦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9嘛要求以色列赶紧制定出加沙战后的计划，若欠缺方案，当地有可能会出现无政府的状态，对哈马斯国起势是较有利的。公司新闻新罗培编译。我来关心选举消息，美国总统拜登民调一直在下降，昨伊就去宾州造势，要争取非裔选民的支持。也若是伊的对手 Trump 官司纏身，不过 Trump 是搁再强调讲，伊是受到政治迫害。而且这 Trump 在参加募款餐会时阵，搁呛大声话，讲若是到时阵伊做总统，中国走来拍台湾，美国就会去蹦北京。 What's happening here is weaponization at a level that nobody's seen before, ever. And it shouldn't be allowed to happen. 川普封口会案件进入陪审团审理阶段，伊面临34项罪名指控，只要任何一项互人判定有罪，就会互伊变做美国第一个互人判刑定罪前总统，也对选情会造成冲击。除了一再谴责这是拜登政府对伊的政治对杀，川普最近佫引出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川普伫纽约一场向企业募款的餐会，讲到乌克兰甲台湾议题，当场表明若是伫伊任内中国入侵台湾，伊就会攻击北京，互部分在座金主真惊。 因为川普较早伫公开采访里，真侪届无伫讲是毋是保卫台湾，即马态度是毋是出现转变，我那互各界伫关心。伫这个当时，争取连任的拜登是来到宾州费城购票，争取非裔选票支持。And with your vote in 2024, we're going to make Donald Trump a loser again. 拜登伫2020年的大选伫宾州等6个变动州拢小可赢川普，掌握非裔选民的支持是重要的关键。不过5月中民调显示，少年人甲非白人选民对拜登政府的处理经济问题，也有警察冲突感觉不满，致使拜登敢若伫威斯康星州小可领先，其他5个变动州的支持度拢输川普。另外一项民调嘛显示，全美国非裔选民对拜登的支持度已经位上任时的94%，降到目前敢若剩55%。为了改变世面，拜登为宾州出发，要展开少年线争取非裔选民的造势活动。公司新闻张维敏编译。镜头换来看南非的地方甲国会选举，这参与的政党竟然是有70个拍破纪录，而且这回当投票的是有2800万人，比咱规个台湾的人口搁较侪。虽讲这各地投票所拢是排队排甲长落落。 到昨暗9点投票时间已经结束啊，也阁有真侪人咧排未赴投票。南非地方甲国会选举的投票时间是早起7点到暗时9点，真侪所在的投票所7点一开门就出现排甲长落落的人，毋但是约翰尼斯堡、开普敦、德班这几个大都市的选民，拢来投票，高区的乡镇甲农村也同款的景象。有人为到手中的选票等超过7点钟。先放映甲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了后，迄场历史性的大选延毕伫哩。 暗时9点时间到啊，排列的人依然真侪。选会表示9点之前排列的人拢已完成投票证书，佮部署警力维护秩序。I vot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94, so it was like
to me, that I have the same sense of hope. And our vote is something that we fought for, so I will definitely wait here for as long as it takes to vote. 即前30年的非洲民族议会 ANC 伫高失业率、高犯罪率、基础建设老化严重散车、动头轻甲贪腐者问题影响之下，支持率第一摆落破5成，只有40%。选后恐惊爱甲第二大党，也就是白人色彩正高的民主联盟来拼场，由小党组成联合政府。南非6200万总人口当中，今年登记投票选民有2800万人，政党数量到破纪录的70个。官方算票结果按算爱到6月7日才会出来。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来看新科技，产油大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是要推出自动化的自助加油站，用 AI 来配合手机的 App， 这车主唔要落车就会当加油。阿布达比这个加油站，甲一寡自助式加油站同款，无服务员徛伫机器边仔引导车主加油甲收费，是由一个机械手柜拍开车的油箱罐，用加油秤加油。由阿布达比国家石油公司推出的这项实验计划，除了伫加油站配备摄影机甲探测器，车主也需要事先下载专属应用程式，透过程式指令来代替传统加油站里车主甲服务员的对话。Basically, the customer has to register an ADNOC distribution to use our robotic arm. He has to drive his car all the way to here. And based on preset data in our application, the arm will recognize the car and will fill based on his request. 因为中东地区日晒真热，业者讲使用自动化自助加油，除了降低人工成本，员工嘛当减少伫户外拍摄的时间，对健康有帮助。业者计划2024年底前，把这种自动化自助加油推广到阿联全国。中东开始有 AI 机械手柜自动加油，若英国剑桥大学是研发，毋是身体障碍人士也当使用的第6支镜头啊，当然也是用电子机械控制关节来操作。We are also really excited about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of using the thumb to enhance productivity in work settings, specifically for people that are relying on their hands' manual dexterity 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eir work. And this can be anywhere between manual laborers that are trying to solder a complicated kit, or even surgeons that have to negotiate between many instruments at the same time. 研究团队指出，一般人为捌代志开始，就惯使2支手甲10支镜头伫生活，毋过这原来限制对生活工作所会当做的想法。因希望第11支镜头会当重新建立人甲科技的关系。公司新闻4家人编译。咱台湾的科学团队飞过半粒地球7000多公里，将世界头一批170种珍贵的台湾台仔种源送去挪威的世界种子库来保存。台湾造原住民代表甲地满台湾台仔的种子箱交出去。台湾科研团队经过正久的路途，总算到伫北极圈内挪威斯瓦尔巴的世界种子库，卡头一批170种珍贵的台仔种源送入去种子库来保存。Where gene banks all over the world can deposit copies of their seed samples. The Taiwan is now one of 114 different gene banks. There will be more than 1.3 million seed samples from almost 200 different countries. 专家点出，台仔是粮食安全、营养加应食农业重要的角色，因为伊会当适应可汗的环境，抗病力强，佫会当负担严重的气候变迁，佫较是原住民文化重要的代表。Millet is not just a plant species; it became a symbol of civilization. Since our Aboriginal people carefully cultivate them, selected the numerous mutants, and finally generated hundreds of significant strains. The millet is a very long history, over 4,000 years, a symbol to represent their life and faith. We put so much effort to make it done. So many institutions, so many schools, so many people from different places make it really happen. 中央大厦最近这几年成立极地研究中心，佮设立极地研究站，投入土地、水文这相关研究。台湾也为2009年开始，陆续把水稻10年这种源送入去这个种子库，
团队后续要分配甲400多种台亚的种源全部入库，为科学研究也有农业的永续甲外交来尽力。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规模上大的花草展览——英国切尔西花展，当年5月时阵举办。因为气候变迁，今年是有一个比赛题目，是要安怎用这花草来收集水资源？咱做伙来看。英国皇家园艺协会所主办的切尔西花展，每年5月固定在伦敦西区的切尔西皇家园进行。因为花草之外栽培甲气候指数关系正大，所以这几年来，政府是愈来愈重视永续发展甲生物多样性。像今年就拄到冬天温暖，春天提早来，尾也阁拄到寒流，和园艺设计师才重新调整因的方案。像人要用山茶花甲酒尾花，因过花拢提早下，只好拣别项花。People really have to adapt. They have to experiment. And if a plant isn't behaving for you the way it was usually, why not think of it as a massive opportunity and try something new? It's exciting. 竞赛分做4大项，总共有35个园艺作品参加。其中一个项目是抗旱集水，设计师马赛作品水源造花园，用弧形粗线的柱顶收集雨水，再搁将水资源储存起来。你若伫咧种植物的时阵，尽量种会当挡可旱搁唔惊水的。This garden is like a giant sponge. All the water is drawn up, it's utilised. All the hard landscaping is open and permeable as well to allow water to pass through and soak into the garden. 今年所有大型的花园拢爱提早到计划书进行水资源、废弃物一个材料等项目的审查。主办单位讲，安尼是炭卡掠就能降低20%。一若所有作品伫咧展出了，拢爱完整的或者是局部的，刷到全国各地学校、病院或者是公共空间，尽量发挥因的价值。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